有取真。笑一笑。牙秀，不笑我们一直都不笑，你笑了我们都笑。都笑，一直在笑的。不能忘记你也在笑容。对呀。现在人比较少啊，我不知道要跳。群里面都在问跳不跳，我说下雨啊，又打雷又闪电又那个，就下大雨，应该在5点钟就开始下，5点下7点多吧，7点半左右。咋了？接着不来了？还要来个？找到了，是狗儿受伤了，脚板掰的，还没好。跑到哪站？啊？哪找到的？还在底下，他啃了一会回家之前把狗丢地上没管的走了，然后他就在那个椅子上面一直等着的。然后我去派出所那边回来之后，我说过来看一下，然后登记跑过来噻。把找就无意中看他了，一直在等到的。他面馆那板儿他们一直他说肯定有人要来，一直守到的，等到。我觉得你要去庆阳宫了，在那个。现在你想去庆阳宫吗？那边就那边可以下雨可以跳的嘛。老夫也来了，你也来了，有点笑嘻嘻。我刚刚都已经想象到应该不会跳舞了。我也以为不跳，然后我刚才我地铁下面我看，哎，这边我看到你没点了呢。啊，
有100%的点嘛，60。我一看这直播我就下车了。哦，取证也来了。都可以2块。一个老老前天在跳的。当。要跳啊！我估计我都应该忘了。不难这个舞。这个来了，外面叫佛。这2个。公司没来了，这起来了。睡，我跟着他睡，唱歌。
那里有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你了。啊，然后你回来多长？回来7月30号回来的。回来有一段时间了吧？啊，对啊，10多天了，基本每天都来，基本都要来。啊，有几天没来，8月2号到7号没来，因为太热了。你用的那个 VPN 是用的没有问题，我是用单独的那个 VPN 是买你花钱那种，那个没用那个1个月，没用那个。那我们如果是想整这个，我是单独另外一种。不是 VPN，不是你那个花钱，不用花钱更多一些。啊，但是稳定性好。
有一啥错了，错了，皮嘴儿，拿出来在广州的。在雍山。雍山和难得来跳。9月10多号上学了。
别这么着，这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我们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下雨了，继续下。哎，都错儿来了。真累了。那这个吧，看看你不行。这个你保住。
这
这个他说你裤子全打湿了，你说他说你窝尿了。啊什么？这么大号，他说你裤子全打湿了，你窝尿了。那个是那个另外那个跳了这个跳了。这跳了。看着嘛。咱多大了？精神的，花花绿绿的。人家喜欢草莓熊没办法，对吧？草莓熊，你真的是没见过世面，我今天没有。那么有名的一个玩具，我操，那么有名的一个洋娃娃，看得出来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还有体重的，我养个子大。哇，那包括估计都看出来了啊！啥时候？睡觉的。
有还有。哎。我要放上来。那边还有鱼嘞？啊？有鱼嘞？还有鱼哦？啥子？还有鱼嘞？啥子说？俺不知道那个美女啊，大美女，鱼。啥子鱼？做啥子？啥子鱼啊？有鱼。哪名叫鱼啊？你怎么起头在了嘛？他直播去了。对，两直播。拍着呢，拍漂亮。还没好，他受伤了。哎，脚掰的，脚是掰的。受伤了？脚是掰的。没干出来呀？还没好。腿干没好。腿干缺的。但是你现在的像你不后期的话，你还是没法看，你还是要去做。就是后期费时间。
票没票了吧？1.24。咖啡。俺的祖先我俩满家祖坚强，满家祖坚强，各家的主
他不晓得他们去的旁边，那朋友们跳舞，不晓得他们这里去小床。跳舞按钮干啥？这小床。跳不行，然后就按钮了。这2块的吧，不晓得你们对不对？对不少，不少。这还不低的。谁呀？